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1章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一切受造的各项，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伫伊内面有活命，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黑暗毋捌赢过光。有上帝册内的一个人，名叫做约翰。这个人来是要作证，为着光作证，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。伊本身毋是迄个光，是要为着迄个光作证。有一个真的光进入世间来照全人类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无接纳伊。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伊使因有权，诚做上帝囝儿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嘛毋是对大部人的意念，是对上帝生的。道诚做人，踮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阮有看起伊的荣耀，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。约翰为着伊作证，话讲：这位就是我捌甲恁讲的，伊在我后面得来，却比我较大，因为我也未出世，伊就存在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赐我予咱大家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。以下是约翰的见证。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当局派祭司甲利未人去问约翰的时，讲：你是甚么人？伊无拒绝回答，公开声明：我毋是基督。因阁问伊：那安尼，你是以利亚是无？约翰应讲：我毋是。因阁问：你是迄位先知是无？约翰应讲：毋是。因就甲伊讲：安尼，你是甚么人？请你甲阮讲，阮通回答派阮来的人。你讲，到底你是甚么人？约翰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我就是伫旷野得发的声，讲，着为主修直道路。遐个人是法利赛派的人册来的。因阁问约翰讲：你若毋是基督，毋是以利亚，嘛毋是迄位先知，你是安怎甲人洗礼？约翰应讲：我用水甲人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恁毋捌的徛伫恁中间，伊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甲伊头话大都袂堪得。这个事伫约旦河东岸的伯大尼发生。约旦河就是约翰伫甲人洗礼的所在。隔日，约翰看到耶稣行我来，就讲：恁看，上帝羊羔，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，关系伊的代志。我捌甲恁讲，伊比我较慢来，总是比我较大，因为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存在。我家己嘛毋捌伊，毋过我来用水甲人洗礼，是要互以色列人认捌伊。约翰阁作证讲：我有看到圣神亲像粉鸟对天降落来，歇伫伊顶面。我家己嘛毋捌伊，毋过找我用水甲人洗礼迄位上帝有对我讲：你看到圣神降落来，歇伫
伊顶面迄个人，伊就是要用圣神甲人洗礼迄位，我有看到，佮作证，这位就是上帝的囝。隔日，约翰佮甲伊的两个门徒徛伫遐，伊看到耶稣经过，就讲：恁看上帝的羊羔。这两个门徒听起伊安尼讲，就去缀耶稣。耶稣活过来，看到因在缀伊，就问因：恁在找什么？因甲伊讲：勒比，你住倒位？勒比的意思是老师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来看。因就去看耶稣住的所在。迄日甲伊做伙住，迄时大约下晡4点。听约翰的话来缀耶稣迄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，伊先去找伊的兄哥西门，对伊讲：我已经有拄着比赛啊！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。伊就带西门去见耶稣。耶稣注目甲伊看，讲：你是约翰的囝西门，我要甲你叫做基法。基法甲彼得上意思就是石盘。隔日，耶稣决定要去加利利，伊拄着腓力，对伊讲：来缀我。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安德烈甲彼得的同乡。腓力拄着拿但业，对伊讲：摩西列如法书所写，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，阮已经有拄着，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应讲：拿撒勒迄款的所在，检会出什么好物？腓力甲伊讲：你来看。耶稣看到拿但业行我来，就讲：恁看，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拢无虚假。拿但业问耶稣：恁哪会捌我？耶稣甲伊讲：腓力还未叫你，我就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。拿但业应讲：勒比，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应讲：因为我甲你讲，我有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，你就信咯。你会看见比这搁较大的事。耶稣搁甲伊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会看见天开，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了往来。